阿龙小书店，各位线顶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做工仔人 Podcast。真欢喜，佮和各位伫空中再相会。今仔日，咱要经阿龙节目内底有讲到的一块词，来和各位朋友做伙做参考、做研究。今仔日，咱要来开考这字册。其实这字册咱定咧用的意思有几落个，咱先来解说伫故事内底所讲的歹势测人的意。伫故事内底是咧讲人真热情、真好意要甲咱招、甲咱邀请，咱歹势讲无爱拒绝安尼。简单讲，就是咱无爱共反对，嘛会当用伫较无共的情景，比如讲对方是地位比你较悬的人，咱若甲反对，恐惊对咱未来发展较不利，咱嘛会当讲无爱测伊的意，提供一个例来互大家参考。测到伊的意，你以后日子就歹过啊。咱测一个时间来啉咖啡，这就无共啊。这是找安排一个时间，两个人爱去会、瞧，调整出一个互相拢会当接受的时间。参详代志嘛会当测，用例来解说较紧。恁两个先测好好势，咱才继续讲。无，我实在毋知要听啥个。坐椅仔嘛会当测，像讲本地伫餐厅食饭，大家拢已经坐定，拄好一个朋友搁带伴来，坐位爱小调整一下。即阵，咱就会当安尼讲，大家小测一下。挑两个位互因坐。最后，咱要讲测，嘛有犯着禁忌的意思，像讲测衰、拍测衰，就是咧讲人去做一寡互人感觉会衰、歹结条的代志，毋若是做，讲的嘛算在内。人伫办喜事，你莫伫遐甲我拍测衰哈。佮提供一块词互大家做参考。你安尼歹代志做遐济，拢毋惊会切血寿哦。即个切血寿，就是讲寿命会变少。毋过，敢有影做歹会切血寿？凡说嘛无的确啦。新闻定咧报一寡有名的人过身啊，咱敢毋是定咧吐槽讲，即苦哪有才调活遐久？安尼，咱今仔日的阿龙小书店就先小解到这。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甲阮支持甲鼓励，有闲阁来哦。